我一直覺得對於每個俾生意我哋嘅客戶，同埋願意介紹生意俾我哋嘅人，都要心懷感恩，因為呢個唔單止一筆錢，仲有一個別人對我哋嘅信任。好多人以為客戶成交係因為產品夠平，我哋嘅話術夠犀利，套路夠深。但咁多年我喺商會領悟到，所有成交嘅底層邏輯都係因為人哋對你嘅信任。如果客戶唔相信你，即使你嘅產品係免費，人哋都只會覺得你係一個騙局。要成交，客戶永遠要先相信你呢個人，認可你嘅人品、你嘅靠譜、做事態度，先至可以成交。冇錯，有啲人可以扮出嚟，但係唔代表客戶冇信任就可以成交。咁即係代表佢信錯人，將信任放喺錯嘅人身上去成交。所以就係因為呢份信任，我哋要明白做事一定要靠譜，啲人交託俾你嘅絕對唔能夠敷衍。你要知道喺商會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會以3倍嘅速度傳播；但如果你做得唔好，就會以10倍嘅速度傳播。唔好問我點解，事實就係咁。大家都話而家做生意好卷，競爭好大。你話邊個唔想做一啲高單價又持續有人介紹嘅生意？咁樣只有個方法，就係將客戶交託俾你嘅每件事情做好，建立良好口碑，再通過商會將你嘅口碑放大，咁樣至可以形成一個生意飛輪效應，不斷吸引人哋將優質嘅生意引薦俾你。好多人都話你講到商會咁好，認唔記得每個人都有咁多生意啊？你講啦，唔係每個人都會成功嘅。但一般喺商會成功嘅，都離唔開珍惜客戶嘅信任，做好客戶嘅交託，交付俾客戶期待甚至超過嘅服務同埋產品，再通過100幾十人嘅商會會友口碑不斷放大。咁多年，我未見過一個喺商會入邊成功嘅老闆唔係經過呢個方法做大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了解更多人物心法。